前面我哋一齊學習咗《太上感應篇》頭2個章節。第一章係總綱，福禍無門，為人自招，善惡之報如影隨形，為我哋指示說明，善係一定有善報，惡係必定有惡報。吉凶禍福全部都喺人嘅善惡所感應嘅。第二章，太上老君就指出，我哋人嘅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係受天地鬼神嘅監察。天地鬼神會按照我哋所犯過嘅錯而減我哋嘅壽算，最後福報削減到盡啦，人就要死。所以人去知道善惡非常重要。想要得到福報嘅人，首先要知道乜嘢係善，乜嘢係惡。今日我哋一齊嚟學習第3章善因善果，嚟睇下邊啲係善。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。呢句係善因善果第1章嘅總說。合乎道就係是道，這個道係指天理，係指我哋嘅良心。喺佛法就稱為聖德。合乎聖德，合乎天道人心，就要去做。當唔合乎聖德，唔合乎天道人心，就係非道，咁我哋就要退避。呢個善惡總說係俾我哋知道，是道同埋非道嘅衡量標準就係我哋嘅自性聖德。古聖先賢所講呢啲道理都係自性聖德嘅流露。老子、孔子、釋迦牟尼佛，佢哋都係聖人，見到本性嘅，所以佢哋教誨嘅就係是非嘅標準。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。呢2個則字俾我哋一個好深嘅印象。佢係講到明，凡係合理嘅、合乎天道人心嘅，我哋就要去做啦，唔好有絲毫嘅猶豫。唔合乎天道人心嘅就係非道，就要記得要退避，避免喺惡報會現前。亦都係教我哋念念當中要識得去省察自己，修持嘅根本落手嘅地方就係我哋嘅念頭。袁了凡先生嘅故事。明朝嘅袁了凡先生經過雲谷禪師嘅點化之後，總結反省咗自己有啲乜嘢無名習氣，令到自己冇福報。洪先生幫佢算命，就話佢冇仔冇功名，仲要短命，只有53歲。了凡先生自己反省，佢確實係有好多非道嘅地方。冇功名嘅原因係因為佢自己唔能夠積功累德，做事又冇耐性，亦都唔能夠包容別人，仲係成日都用自己嘅才智去蓋過別人，講說話又非常之魯莽輕率，唔諗後果，所以就好容易得罪人啦。呢啲都係薄福之相，咁樣又點可能中科舉呢？有科第嘅人，有功名嘅人，佢都係有福相嘅。咁福相喺邊度睇啊？就係由言語同埋我哋嘅造作上面睇啦。因為人嘅言語造作全部都係自己心嘅流露，你心入邊有咩念頭，就會有點樣嘅言語，身體亦都會有點樣嘅相貌，係瞞唔過人嘅。所以有智慧嘅人係從人嘅樣貌、言語、動作就可以睇到呢個人嘅吉凶禍福。冇仔嘅原因係因為佢自己好潔癖，中意乾淨，連少少污糟嘅嘢都容不下，唔耐煩，唔能夠有包容呢啲污糟，冇包容人過失嘅雅量，而且容易發脾氣、善怒、唔和氣，心入邊亦都冇仁愛，見到有人值得憐憫嘅時候都唔會去憐憫，去捨得去放低呢個忍心去捨棄，見到人哋需要幫助亦都唔會去幫，唔肯去救人。
自己亦都有好多唔好嘅生活習慣，譬如就中意飲酒啊，夜晚唔瞓覺，通宵達旦咁樣靜坐。其實現代人都係好中意通宵達旦，但佢哋就唔係靜坐，而係去打下麻雀啊，睇下電視啊。其實呢啲都係毛病嚟嘅，唔知道要保存自己嘅精神。另外，佢都好中意講說話，多言就會耗氣。呢啲都係冇仔嘅相，所以點能夠怨天尤人呢？全部都係自己做作，自己感應。袁了凡先生悟出咗自己嘅非道，難得嘅係佢勇於改過，非道則退。呢啲過失毛病慢慢咁樣改，然後喺仕道方面佢就勇猛精進，真正係做到營營役役嘅地步。唔夠膽得罪天地鬼神，真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佢發誓行3000件善事，善事10年就圓滿啦。又發願3000，第二個3000件善事3年就圓滿。佢再發願做10000件善事，呢10000件善事一念之間就完咗啦。佢係點樣做到呢？原來當其時佢已經做咗個縣官。成個縣嘅百姓減糧減稅減咗一半，令到萬民受福。呢一個念頭就將10000件善事圓滿咗。善有善報，佢嘅果報就現前啦。洪先生幫佢算命就話咯，佢最多都係秀才，冇舉人嘅，更加冇可能做進士。後嚟佢就考上去進士，本來命中無子，但係佢就有2個仔。本來係53歲就壽終正寢，到最後佢係活到73歲。了凡4訓係袁了凡先生喺69歲嘅時候寫俾佢嘅仔嘅家訓，所以對於仕道同埋非道，當你選擇唔同，個果報就會唔一樣。佛法就話咯，仕道、非道同世間講嘅係會有唔一樣。世間講嘅仕道通常都係我哋講嘅倫理道德，包括一啲禮儀規範、法律規條。總括嚟講，太上逐條逐條話俾我哋聽，乜嘢先至係仕道。不理邪徑，不欺暗室。呢句話係講唔行邪惡嘅路途，唔喺暗處去自欺欺人。太上話俾我哋知，凡係邪惡嘅路，唔利我哋修養道德嘅路，都唔可以去行。邪惡嘅事唔可以去做。呢個邪徑唔單止包括我哋身體嘅造作，邪而不正嘅事唔能夠去做，係包括埋我哋嘅念頭。念頭係唔能夠起一啲邪念，將我哋自己個心係打掃得乾乾淨淨、光明磊落，喺暗室入邊都唔能夠自欺欺人。唔好以為做一啲虧心事、傷天害理嘅事，欺騙到其他人，其他人見唔到，但係鬼神係監察緊嘅。更加唔可以自己呃自己，呃過自己嘅良心，哪怕係動咗一個邪念都唔應該，鬼神都知道。呢個係要用主境傳承嘅功夫，不理邪徑，不欺暗室。喺佛法講嘅就係發菩提心，係要用心心，亦即係好善好德嘅心。喺儒家話俾我哋知，我哋要培養慎獨嘅功夫。慎係謹慎個慎，獨係獨處個獨。一個人真正嘅品德修養係點樣睇呢？自己點樣檢測呢？就係獨處嘅時候去觀察自己嘅心念，到底係損人利己啊，定係大公無私呢？楊震嘅故事。漢朝嘅時候，有一位太守就叫楊震，佢提拔咗一個年青人。有一日，呢個年青人就攞住啲禮去楊震屋企度同佢講多謝，但係楊震就非常之清廉，絕對唔會因為提拔人而去收人哋感恩嘅錢財。呢個年青人就同楊震講啦：你就收啦，反正而家係夜晚，都唔會有人知嘅。
楊震就好嚴肅咁同佢講：點可以話冇人知呢？今晚嘅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點可以話係唔知呢？呢個年青人就覺得好慚愧。呢個就係喺歷史上面好著名嘅楊震四知，可見楊震喺暗室當中都唔會自欺欺人。呢個就係廉潔，廉潔嘅官員受大家嘅敬重。積德累功，上面講不離邪徑，不欺暗室，加上呢個積德累功都係教我哋心地傳承。呢個積德累功係指喺心上邊要處處都諗住積德，功就係善事要做完啦，就有功德。所以我哋要日日做，每一日都要做。呢個功德係要不斷咁樣累積，唔可以停落嚟。喺第二集提過，餘正義公欲做神機，做神爺化身要教導餘正義公要積德累功，嗰啲淫邪啊、妄想嘅雜念要打掃得乾乾淨淨，要猛力去除，淨係要善唔要惡。做善事係唔可以求回報，唔求名，唔求利，老老實實、誠誠懇懇、好耐性咁樣去做。只要有能力做嘅善事，都一定要落力去做，哪怕係人哋會批評、諷刺，都要做落去。要有嗰個忍耐嘅心，要有恒心，咁樣會一直做落去，就能夠做到積德累功。長期咁樣做落去，不知不覺命運就會改造啦，心地都會越嚟越慈善，而個相亦都會改咗，變成一個善人，慈心於物。呢句話就係要講，要修養慈悲心，對待一切嘅眾生都要仁愛。我哋知道一切嘅眾生，哪怕係啲蚊啊、蟲啊、螞蟻，其實佢哋都係生靈有血氣，都有靈性，都有知覺。既然佢哋有知覺有靈性，我哋都係有知覺有靈性。咁再深一步去講，我哋能夠知能夠覺，呢啲靈性同小動物嘅能知能覺嘅靈性都係一個性，所以我同眾生係同體嘅。呢個道理好深，喺佛經入邊成日都講諸佛同體。諸佛係包括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諸佛，而家嘅眾生就係包括未來諸佛，都係同一體。呢一體就係我哋嘅靈性，我哋嘅自性佛性。所以慈悲眾生就係對自己慈悲。真正明白呢個道理，又點會去傷害眾生呢？哪怕係行路都要小心啲，唔好踩到螞蟻。除咗唔能夠殺害動物，我哋進一步仲要去放生。過去可能都會殺害咗好多生命，既然係咁，而家就要放生嚟還債。呢啲動物都係通人性，我哋去放生就成日都會有呢個經歷啦。當我哋嘅船去到河嘅中央，將啲魚啊、泥鰍放去河入邊之後，嗰啲魚同泥鰍都會圍住喺個船側邊，有時候仲會趷個頭出嚟，有時候亦都會跳出水面去表示好歡喜、好感恩。如果真正有慈悲心嘅人，咁就一定食素，唔忍心食眾生嘅肉。食眾生嘅肉，將來係有果報嘅。淨業三福裏邊有一福係孝養父母、侍奉師長、慈心不殺、修十善業。修十善業入邊就有不殺，單單係慈心不殺就列出咗好深嘅用意，話俾我哋一切眾生之所以有呢啲苦難，大部分都係殺生害命而引致嘅。世間之所以有戰爭，亦都係因為眾生食肉殺業所致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說話：若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夜半聲。你諗下，世界上戰爭嘅原因就係夜晚去聽下屠宰場嗰啲撕心裂肺嘅叫喊聲，
劏豬嘅時候，從豬嘅叫聲，我哋就知道災難係注定嘅。將來嘅災難可能係好大好大，好多嘅災難都係殺害生命而眾生嘅怨氣累積所致。所以我哋自己係要謹慎防範，因為喺大災難當中，共業入邊仲有別業，我哋自己可以幸免於難。忠孝有替，呢一條就係講對軍長、對祖國、對人民要盡忠，對自己父母要盡孝。兄長係要對細佬要有愛，細佬對兄長要敬重。替係敬重，呢個係倫理道德。人生嚟必定有5種關係，所謂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夫妻、朋友，呢5種嘅關係就叫5倫。喺5倫關係當中，每個人都要做好自己嘅本分，盡自己嘅義務。所以5倫有12，就係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義婦聽，君人臣忠，長惠幼順。兄長對弟弟要有恩惠，弟弟對兄長要恭順。我哋都知道呢啲倫理道德係人嘅本分，亦都就係聖德。我哋見到由古至今，真正為國盡忠嘅人，一定係盡孝嘅人。古人講：忠臣出孝子之門。一個人喺屋企係孝子，對父母能夠愛敬，佢對祖國都能夠盡忠。南宋嘅時候，岳飛嘅母親含辛茹苦將佢帶大，佢對自己嘅母親係好孝順，之後就考咗武狀元，領兵打仗。佢嘅媽媽呢，就喺佢嘅背脊去刻上精忠報國4個字。岳飛真係做到媽媽對佢嘅期望，對國家盡忠咗。我哋知道孝係一種心態，咁係咩心態呢？同父母係一體嘅呢種心態。你睇個孝字其實係好有智慧，上面一個老字，下邊一個子字，呢一個字就能夠體會個含義啦。佢就講到明老一代同埋子一代合二為一，係一體嘅，呢個就係孝。所以真正同父母要一體，實際上我哋嘅身從邊度嚟？咪又係同爸爸媽媽嘅細胞度嚟嘅咩？呢個咪就係本來一體咯。從古至今，我哋睇盡孝嘅人都有大福。成佛嘅正因，正業3福入邊，第一個就係孝養父母。有呢個純孝嘅心，菩提心先至可以發到出嚟。佢嘅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嘅心先能夠現前。我哋都會知道，唔孝嘅人連佛都唔能夠往生嘅，因為佢冇發菩提心。所以要真正從孝上面落手係非常之重要。忠同埋孝其實係一體，孝就係本體，忠係作用。孝心同忠心係一個心，唔係2個心。對父母盡孝嘅人就能夠對祖國嘅人民盡忠。忠嘅上面係一個忠字，下面一個心字，表示咩呢？用心不偏不倚。儒家就講中庸，道家講中道，呢個係真心。真正有忠心嘅人，凡事都係講求中和，去待人處事接物，自然就係能夠同人哋和諧。我哋必須要有忠孝，忠係樣樣都不偏不倚，行中道自然就能夠和。孝係真誠一體嘅觀念。從我同父母係一體嘅觀念，擴展到我同呢個團體、同全國嘅人民、全世界嘅人民，乃至法界嘅眾生係一體。佛菩薩都係咁嘅思維，呢個就係佛菩薩嘅心態。佛菩薩睇一切眾生同我一體，眾生係我心入邊所現嘅物，咁當然係同我一體啦。佢真正做到大慈大悲，救度眾生唔講條件。點解呢？救度眾生就係救度自己，自度就係度他，度他亦都係自度不二嘅法門。
所以佛菩薩真正係將忠孝做到圓滿。孝者孝順一切眾生，同一切眾生為一體。忠呢，係對法界眾生敬重服務，用正直用中道嘅心嚟服務，毫無私心。呢個忠孝係達到極點嘅。阿彌陀佛就係咁樣啦。阿彌陀佛建立西方極樂世界，接引法界眾生，佢嘅目的就係令到眾生去到呢度就成佛，圓滿咁樣離苦得樂。呢個係盡忠盡孝。我哋一般嚟講，對父母盡孝有3個層次：孝養父母嘅身體，孝養父母嘅心，孝養父母嘅智。孝養父母嘅身體就係令到佢衣食無憂，對父母嘅身體要照顧；孝養父母嘅心就係要令到父母生起一個歡喜心，唔好有煩惱，唔好有恐懼。最好嘅方法就係令到父母學佛，學佛之後佢哋就冇恐懼，喺屋企聽經念佛，求生淨土，自然煩惱就會少好多。孝養父母嘅心，呢個心係指父母嘅心性，令到父母覺悟，回歸本性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呢個係真正孝養父母到極點。孝養父母嘅智就係能夠自己好好咁樣積德累功，修行改過自身，完成忠孝嘅責任，實現父母嘅大志。父母希望我哋出人頭地，希望我哋服務大眾，我哋發大願，普度眾生，服務嘅係法界嘅眾生。孝養父母嘅智就非常圓滿啦。所以真正嘅學佛就係盡孝盡忠。有提係講兄弟之間，喺屋企一定係會有同輩嘅兄弟姊妹，包括表兄弟、堂兄弟。兄弟姊妹就和睦咁樣對父母盡孝。弟子規上面講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父母都希望自己嘅兒女互相關懷，互相愛護。如果兄弟姊妹之間因為事去嗌交，其實父母係最痛心嘅。所以現代人好多兄弟之間因為少少利益、少少衝突，竟然反目成仇，呢個就係大不孝。弟子規上面講，財物輕，怨何生？兄弟之間嘅爭執，大部分都係因為財利上面嘅事情，或者係父母走啦，兄弟之間就分家產，或者父母喺度嘅時候，兄弟之間就抱怨父母分嘅財物唔公平，呢啲都係重利輕義。真正盡孝嘅人，自然係對兄弟姊妹愛護，因為同兄弟姊妹都係一體嘅。真正做到忠孝有替，我哋自己就能夠得到幸福快樂嘅果報。田真同兄弟嘅故事。漢朝嘅田真屋企有兄弟3人，父母都已經過世啦，3人就諗住將父母嘅遺產分成3等份，就連堂前面嗰棵洋紫荊都要分，而且係預定聽日就要喐手啦。講出嚟就好奇怪，就喺田真兄弟決定之後，呢一棵洋紫荊突然之間就枯萎。田真見到真係非常之驚訝，就同佢2位弟弟講：樹木同株，聽到自己要被分3份，佢都枯萎啦，唔通我哋人就不如樹木嗎？田真一路講，佢嘅悲就喺一邊發出嚟，忍唔住就喊啦。兄弟3人亦都決定唔會分嗰棵洋紫荊。樹一聽到田真兄弟話唔分啦，佢又復活啦。兄弟3人亦都係因為咁而有所覺悟，從此以後財產共有，唔再分家，而且愉快咁樣一齊生活。鄰居都讚佢哋一家係孝門。要知道兄弟係屬於天倫之一，所以古人係將兄弟比喻為手足，而手足就有不分不離嘅意思。因為分離就會分散，分散就會孤單，而孤單就會接近滅絕。正己化人，啱啱講過一段係話，不離邪徑，不欺暗室，積德累功，慈心於物，忠孝有弟。
就係講正己，就係自己端正自己，積善積德，自己端正啦，自然就能夠教化別人。如果自己唔正，就想教化別人，咁樣係冇可能嘅。《論語》入邊就講到：己身正，不令而從；己身不正，雖令不行。就係要自己能夠做得到，你再去教人，人哋先會聽你講。自己做唔到，咁又點樣去說服人呢？父母教小朋友學習弟子規，有啲就教得好好，有啲係冇效果嘅。點解會有唔同？就係因為有啲父母做得到，有啲係做唔到。弟子規係俾父母按住弟子規上面去教導，表演俾啲小朋友睇，令到啲小朋友見到父母係點樣做，佢對弟子規就有能夠深入嘅理解。譬如就話咯，父母呼，應勿喚。小朋友可能唔明呢句話嘅意思，父母就要做俾佢睇。爺爺嫲嫲一叫，父母就應勿喚，小朋友自然就明啦，佢就知道點樣做。所以要教化別人，首先就要自己端正。敬姑率寡，敬老懷幼。呢一條就係講，對於一啲寡婦嘅人係要加以憐憫，要救濟佢哋。對於衰老嘅人係要敬重愛護，對於年幼嘅人要關懷照顧。孤寡係人生嘅不幸，老幼係人生必經嘅階段。憐憫周濟、尊敬、關懷呢啲舉動，都係自然而然咁樣去做嘅良心表現。如果唔係天下最兇惡嘅人，係唔會有人會去欺凌呢一啲孤獨啊，去迫害呢啲寡婦，去欺負呢啲老弱幼小，當做樂趣嘅。然而周文王嘅施政都係話要哀憐一啲孤單無依嘅人。孔老夫子嘅志願亦都係令到老年人得到安心，令到幼小嘅人得到關懷。點解呢？因為善心係好容易生起，但係善事就係好難做到盡。冇能力嘅人本來就係要盡心盡力去做，有能力嘅人就更加應該要實行哀憐周濟嘅事情，並且係親切咁樣完成尊敬關懷嘅功夫，唔可以淨係把口話有心，然後就推搪責任。我哋知道人一生最不幸嘅就係晚年嘅時候變成孤寡，女嘅失去丈夫，男嘅失去太太。孤寡嘅人，佢哋心入邊其實非常寂寞，非常之煩惱。我哋應該加以愛護佢哋，正如愛護自己父母一樣，呢個係良心嘅表現。對待小朋友，特別係未成年嘅，要識得去照顧關懷，唔單止係身體上要識得照顧佢，更加重要嘅係引導佢哋思維走向正路，不理邪徑。一個小朋友喺細個嘅時候就學壞，大個係好難去救返嘅。所以關懷弱小最重要嘅係俾佢哋行上正路，善巧積極咁樣用倫理道德去教化佢，用弟子規嚟教化佢。昆蟲草木猶不可傷，昆蟲同埋花草樹木都唔應該傷害。呢一條亦都係講慈悲心。佛經上面話，凡係有血氣嘅昆蟲，螞蟻、蟑螂都係有知覺，有知覺就一定係有同一體性。換句話嚟講，佢就係有佛性，佢係未來嘅佛。因為前生造業，所以先至墮落去畜生道，墮落做小動物。福報雖然細，但係唔可以睇唔起佢哋。佢哋嘅佛性同我哋係冇分別嘅，佢同諸佛都係冇分別。咁點可以傷害佢哋呢？花草樹木都有靈性，花草樹木都會有神，花有花神，草有草神，樹有樹神，山林川原都有。花草樹木係佢哋嘅屋企，你傷害咗佢就等於破壞佢哋屋企，所以花草樹木係唔可以傷嘅。佛經上面講，清淨比丘不踏青草，
真正持戒律嘅清淨比丘，慈悲心重，連小草都唔忍心去踐踏，能夠去繞道嘅，佢盡量都會去繞道行。要用呢啲恭敬嘅心去愛護佢哋，唔能夠任意去踐踏。呢個係養自己嘅慈悲心。佛經入邊記載一個故事，有一日佛喺度講法嘅時候，旁邊有一隻癩蛤蟆聽得好歡喜，聽得很誠心。呢個時候啱啱好有個人去攞住拐杖行過，唔小心一下子就吉死咗佢啦。癩蛤蟆因為聽經嘅功德，就去往生咗忉利天，後嚟亦都返到去佛菩薩說法嘅地方嚟聽佛嘅妙語。喺呢個時候，佢係以忉利天生證得嘅須陀洹果。你睇下癩蛤蟆呢個咁細嘅動物都能夠證得咁高嘅果位，又點能夠輕視小動物呢？草木確實係有靈性，你用心去對待佢哋，佢哋係會有知覺嘅。呢啲都係昆蟲草木有不可傷，表示仁慈。下邊講嘅行義，義就係應該要做嘅，咁邊啲係應該要做呢？義憐人之凶，樂人之善。憐人之凶就係憐憫人哋因為做惡而招嚟嘅災難，樂人之善就係對人哋行善得到善報個心要感到好歡喜，以此為樂，呢啲就叫隨喜功德啦。要知道一個人生嚟本來就係善，三字經頭一句就話咯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佢本來係好人。細嘅時候冇受到聖賢嘅教育，冇被教育好，或者屋企係唔識嘅。無量壽經上面就話啦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諸無怪也。佢哋嘅父母長輩唔識得教化佢，而導致佢今日嘅一個地步，唔能夠去怪佢啊。佢做惡係佢嘅糊塗，往往係一念之差，做咗糊塗嘅事情，犯咗罪啦，受咗懲罰或者受咗報應啦，呢個係得到凶災。呢個時候我哋唔能夠去笑佢，更加唔能夠對佢發脾氣，話佢抵死，咁樣係唔啱㗎。要生起憐憫之心，見到人哋做善事得善報，我哋唔能夠生妒忌心，應該要識得隨喜功德。佢做咗善就同如我哋做咗善一樣，佢得到善報就好似我哋得到善報一樣，同樣歡喜。呢個就係同體嘅心。濟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呢個就係講咯，幫助其他人嘅急難，救助其他人危困，救人急難，將人哋從危險入邊救出嚟，呢個係好大嘅功德。古人講，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，浮屠就係塔，做塔嘅功德係好大嘅，救人一命嘅功德係勝過你做7級嘅塔嘅功德，晚年嘅果報都一定係好好嘅。見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見人之失如己之失。呢句話係講，見到人哋有德就如同自己有德一樣咁開心，見到人哋有損失就如同自己損失一樣，同情佢，憐憫佢。真正嘅慈悲，真正嘅仁者，佢一定係同眾生同體，眾生得咗如同自己得咗，係好歡喜嘅。呢個亦都係普賢菩薩所講嘅隨喜功德，恒順眾生。人哋成功唔可以妒忌，如果妒忌個心就會長咗一個惡瘤。呢句話係好實在嘅。妒忌人對於人係毫無損害，係自己做嘅罪業。點解偏偏因為人哋成功而自己就要墮落呢？呢個係自尋墮落，自尋煩惱。我哋年青人更加要特別注意妒忌心。我哋見到人哋有喜事有功德，自己能唔能夠生起歡喜心？如果冇嘅話，裏邊就係有妒忌。我哋要學識放低。
人生生世世輪迴不止，呢個就係俾妒忌啊，俾我執去害成嘅。所以見到人哋，譬如見到法緣殊勝，我哋就要隨喜讚嘆，要咁樣諗，好彩佢出嚟教化眾生，能夠令到眾生覺悟嘅。我本來都應該要咁樣做，而家佢咁樣做，我好歡喜，好感恩佢，唔可以有任何妒忌嘅心理。不將人短，不言己長。呢度就係講啦，唔好張揚人哋嘅短處，亦都唔好炫耀自己嘅長處。張揚人哋短處就係講是非，去揭人哋嘅短處最容易就係同人哋結怨，而且係要遭天怒噶。我哋要識得人哋有短處，應該要去同情，能夠包容。如果佢有過失，我哋包容佢，佢就能夠慚愧，佢就能夠改過。如果我哋能夠將佢嘅短處過失去張揚出嚟，佢只會懷恨在心，佢係唔會改過嘅，等於斷咗人哋去改過自身嘅路。不言己長，係唔好炫耀自己嘅長處，自己哪怕係邊一方面係好叻嘅，都應該韜光養晦，謙卑落嚟，唔好去張揚。呢一條我自己反省都要有特別注意嘅。過去係好鍾意張揚自己，有一點覺得唔好叻嘅地方就會有沾沾自喜，善於表現，呢啲都係淺薄嘅表現，要改嘅。特別係讀書人、知識分子係最容易犯呢一條嘅。喺佛經裏面有一個故事，講嘅就係張揚短處嘅因果報應。言如經入邊記載，喺釋迦牟尼佛之前，有一個出家人係一個小沙彌，有一次就同一個老比丘一齊念經。呢個老比丘因為生理嘅缺陷念得好難聽，結果呢個小沙彌就笑呢個老比丘啦。哇！你念經做咩念到成隻好似狗吠咁樣嘅？啱啱講完呢句說話，老比丘就同佢講：你知唔知道我係邊個啊？我已經係證得阿羅漢果啦。你去嘲笑阿羅漢係做地獄嘅業。咁小沙彌聽到就好驚啦，就即刻跪落嚟就求懺悔。求懺悔係可以幫助佢脫離地獄，但係佢都係墮咗落500世去做狗嘅身體，去鬧人狗吠，結果自己做咗500世嘅狗。最後一世做狗嘅時候，正值係釋迦牟尼佛嘅時代，舍利弗呢個佛嘅智慧係第一嘅大弟子，佢用神通觀察呢隻狗，正係俾佢嘅主人去到責罵打緊。主人唔知道點解咁嬲，見到佢4隻腳就打斷咗佢啦，然後就將佢掉埋喺坑渠入邊。嗰隻狗就好痛，心入邊亦都好悲傷。呢個時候，舍利弗就用神通化現，攞咗一個缽嘅飯去餵呢隻狗，然後同呢隻狗去說法，為佢就係受3皈依。結果呢隻狗無耐之後命中投胎去到人道。舍利弗又用天眼去觀察，見到呢個家庭後嚟就有個小朋友出家無耐，呢個小朋友就會證得阿羅漢果。之後佢睇到自己前500世竟然係狗嚟嘅，業因就譏笑一個聖賢。呢個係因為前生彰顯人短處嘅報應，所以做口業係不得了啊！孔子都成日話：揚人之惡，斯為小人。世間人中意講人短處嘅都係小人，正人君子又點會去講人哋嘅短處呢？